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续落3天的大雨，全台湾各地拢传出灾情，这2天雨会较停，不过后礼拜一地流方面转来，可能会搁落大雨。本来已经连续41天无本土病例，表演场馆会当解禁，不过入场爱先量体温、挂喙暗先干啊，开放一半座位。有风声讲，以后要永久禁止民众坐伫台北车头的大厅聚会。今仔日有300外人坐伫大厅抗议。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大雨造成的灾情。这几天受到锋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已经连续落3天的大雨，今仔日已经总算较缓和。气象局伫下晡解除大雨特报。不过，屏东的累积雨量已经要1000毫米，那边饮水拢退袂离，有且经过雪花化气袂沉袂动。南港嘛有200-300家的田浸伫咧水底。好嘞！滨江爱这位农民今日看起来亲像河的水色，爱伊行较深嘞。原来是爱伊为水底挽稻啊，证明大家丢田饮水是饮甲真严重。这我都过啊，这很严重了。对啊，很伤脑筋，就是这样子哦。迄边啊，就是第一大排水拢沿着阮遮过来，搁较严重的，就是阮这边拢徛家啊。民众用空中摄影机看屏东东港镇行动日这片，差不多200-300家地拢是丢田，原本搁半个月阵挂稻啊，即马浸水严重，农民认为已经无可能挂稻啊，而且饮水毋是天灾，而是第一大排水尾的拓宽工程阻碍排水，看完农田搁去包围工程单位讨公道。当个是这2天，伊甲讲把这个主水厂的板块全部破开，结果他们的动作那么比较慢，所以造成我们现在上游这个损失。镇长出面调停，也甲施工单位约好20号协调赔偿。屏东县政府估计，大雨造成农损也以水稻的上市，全县有200多公顷，损失超过800万。好佳在雨伫2-3早起已经转好，原本放起山区道路中岛过后解除，只有南市沟那边交流道下海第17线省道，也搁浸伫水内。大家赶快回站，不敢过。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有人看到头前路况，赶紧挖头解道，因为头前有车无设置，经过水深的所在就掉咧。不知道水那么深，然后开进来就过路啊，嘛是爱冻条的，像讲啊该深的时候该冻条的。驾驶员探交流道头前积水伤过深，现场应该加放警示标示。公路单位表示，已经伫积水路段头前放替代道路告示，积水可能要过1天才会退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嘛，同款受到大雨影响，到昨暝农业搁在落，造成部分的所在是积水甲停电。那马下台29线甲南怀嘛，因为有土石落落来甲崩落登去，今仔日才抢通。高雄市府表示，这3天有8通的所在淹水，但是拢伫1天内就消退，治水有成效。经过一暝，南海公路台东直远路段的替代道路，搭将近半流深，好佳在当时无车通过，因为自一暝了后，南部山区搁落大雨。高雄这一边，南海公路天池路段已经成封起来，那马下连外道路也伫当日一暝有经成封起来，天一光就看到路石阻断交通。晚上就是有一些落石的发生啊，所幸我们昨天有先预警性封闭。那在早上的时候，大概天一亮5-6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道路落石的一个清除的一个工作了。两个路段拢伫23抢通，不过南怀天池的放起路段为确保安全，按算25才会开放。日落区天基林道发生土石流，民众经过发现无法度通过，只好向警方求助。警方空手开出路径，过程真惊险。眼看天暗，必须把握时间。本所等雨势较小后，立即合力以主头的方式清除。伫市区一暝了的大雨，依然造成部分的路积水淹水，小港地区也搁停电。市府自3一早8点搁开防灾会议，先浸3天落来，也搁119个地点淹水。针对这119个淹水点，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那不到1天多的时间，基本全部都退光了。这是我们1年多默默来做。无啥物作为啦，无啥物路用啊啦。你出来中暑啊，甲出来遮去巡山会啊。
市府强调，1年多以来用心治水，即摆落雨排水效率已经有改善。不过饮水上严重的盐埕区为居民无认同，因为主要原因是抽水机故障。韩国瑜已经要求查明原因，确属是人的问题，就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部，这几天的大雨造成台中国馆台北线的山壁大规模崩塌，干务人员透暝抢修，透早9点外才抢通。另外，南投日月潭传出有游客泼落水，经过21点钟，警消已经找到遗体。国土启动大型机区继续开学，台中国馆台北线的李岭棚坑。拜六透早1点外发生遍布大规模崩落，大量的土石将棚坑口规个踢掉。公路总局国管干部段紧急封闭双向道路，警方也到场警戒管制车流，一直到早起9点外才将道路疏通。今天深夜1点多发生了这个大型的崩塌，那我们2点多接获通知，马上启动两端同时进行清滩。那一直到刚刚9点15分左右，终于抢通。那抢通之后，目前我们两边有管制放行。今日大雨无停，国馆中华的路段已经连续几夜间发生路桥状况。南投日月潭入里下到5点外是传出有游客疑似因为大雨土卡耽骨，无说离位码头出岛跋落水意外，警消出动搜救。也毋过雨实在伤大，加上天色黑暗，拜六一早各派出唱水警员落水搜寻。我们有尝试进行潜水，但因为能见度太差，所以说我们的潜水是没有办法进行下潜。那昨天一整个晚上大约4个小时，以鱼探机跟水压摄影机搜救，都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经过21点钟搜寻，拜六下昼2点外，搜救人员伫落水区找到这名游客遗体，警方将进一步的调查死因。受大雨影响的，也有苗栗县豆分市的建国里，这几天雨落甲大谷急，和建国里的潘头社区活动中心前淹大水，当地民众真无奈，因为已经20-30年拢无改善。下大雨哈，流不出去啊。那个下面可能前面比较高，这一点点比较低哈。马上就倒灌。只要雨量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水就上来了。当地里长表示，这个地区地势较低，拄着大雨一定淹水，已经几摆向相关单位反映，也毋过改善有限，希望公所管府会当重视当年淹水的问题，协助尽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黄山啊雨的地流方面落南，拜六跟礼拜雨会较停小看，毋过气象局提醒，后礼拜地流方面就阁会转来台湾的附近，到时阵可能会阁落大雨。落几日港的雨，基隆市外部山、河海路大石头落落来，封路抢修，好甲在之时落雨较长雨，无过大石头落落来。礼拜六中昼过后，因为地流方面继续南压，气象局解除大雨特报暗告。礼拜六暗时到礼拜日，屏东、台东地区依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机会。连续几日港的落雨，各地山区土石松软，一定要注意。那尤其在山区的部分，那气象局要提醒大家哦，尤其这2天呢，整个降雨的情况是相当明显的。那因此在中南部山区，我们要提醒可能会有一些土石比较容易松动的状况。这一波地流方面，伫24小时内，香港雨集中伫南台湾、屏东县春日乡，2天雨量超过800毫米；太保乡甲山地门也拢超过700毫米。因为地流方面依然伫台湾附近，气象局预估，下礼拜1开始，方面阁接近台湾，各地阁有天气变化，可能一直继续到礼拜3以后。锋面快速通过，所以礼拜2、礼拜3全台湾都会有点雨势，但是应该不会那么的大。那到了礼拜4、礼拜5呢，雨季会稍微缓和，有机会会转到这种典型夏季的天气。礼拜1全台湾拢有机会短暂好天，北部以北地区有机会看到日头，暗过中昼过后，依然可能有西北风。若是出门，就要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是连续第41天无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下晡带防疫团去屏东，会伫遐正大，互大家知影伫国内旅游是安全的。来拜六阁出现零确诊好消息，目前确诊病例维持伫441例。指挥中心宣布，因为国内疫情稳定控制，考虑民众权益甲国内检验量零，会渐渐放宽民众有紧急状况、工作甲出国读册等需求，会当到指定院所自费检验，出示证明文件。我们规定的大概都是大项啦。那如果说国人有一些其他的状况的话，
那可以跟这个外交部这边联系之后，那请他这个开相关的这个就是证明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有18家的这个自费医院来做采检。因应疫情累落来，防疫团队伫下昼前往屏东示范路外防疫旅游，坐高铁了后，将转坐客运一路前往屏东，暗时会伫东港食饭，也会到垦丁大街夜市。指挥官陈时中讲，形成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去面点甲在地店家，暗时大饭店，互大家拢知影，国内旅游是安全的。如果要站得很紧啊，会造成拥挤，那我觉得就要慎重哦。那总是有正常的座位，戴着口罩哦，那我相信都是非常安全的。陈时中表示，只要维持社交距离袂伤客，并无反对高铁自由座。拜日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也将头一摆离开台北伫垦丁举行。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冲击着各行各业，教育部最近嘛正在建议发放纾困金，只要学生啊提出证明，审核了后会当请1个月3000、3个月拢总9000的纾困金。不过要暗暝6点，教育部的新闻稿是声明讲，即马各间大学拢有协助的机制，应该袂有其他的纾困方案。台师大因为进前2确诊案例伫外拍工的学生，传出被店家要求健康证明，也是暂时莫上班。学校4月初起公告安心措施，学生因为疫情无多拍工，也是因的家长因为疫情失业，会当申请3000块的助学金。我们这个部分只要经过专责导师的一个评估，他直接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生活助学金，有相关一些证明的话，就可以在外加。师大因应疫情的助学金，甲教育部研议发放予学生的纾困金真接近，只是金额提升，名额搁较侪。参加拜三说明会的实践大学校务长张丰生指出，基本底限是提出自事定证明，会当领1个月3000、3个月9000纾困金。那爸母事业提出证明1个月6000、3个月18000。我们要纾困的话，这个最主要是要救急哈。那所以因为速度要比较快的情况之下，很难去做这么密切的一个查证了啊。那所以我们就用自助的方式。教育部指出，已经办理2场说明会，会证意见了后，计划确定今日就会对外发布施行。不过，将近尾6点，教育部以新闻稿强调，将以各学校已经提出的助学方案为主，应该唔免另外立纾困方案准备紧急发停。记者综合报道。艺文活动受到疫情的影响，即马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慢慢恢复艺文活动，定也是爱挂嘴红、人旁坐等等。文化部嘛遂宣布，国家交响乐团明仔载音乐会会开放观众1场，这是咧等2个多月以后，国家级的展演场馆总算开放。音乐家潘小娇发表新册，向阳孙大川、林文琪、廖菊辉这有名作家拢来，为咗艺文界好朋友，伫昨日暗晡劳动司新任文化部长李永德也来啊，无在咖啡厅客家满，笑嗨嗨。原住民作家有一个我的朋友也给我拒绝了，田雅各啊，他说小乔来部落跟我喝酒啊，吃饭我请你就不要拍照，他是说他已经退出文学。用镜头记录台湾土地甲文化，潘小娇即摆摄影册《台湾作家100年》，记录台湾130位台湾作家。计划进行到即马，前辈作家林良、客家大脑张调整拢过身啊。毋过纳入政治受难者作家甲原住民作家，弥补历史的缺陷。受到政治折磨进监狱的这些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是看不到的，但是其实他们非常重要。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协会潘小娇一个人孤单为台湾文化打拼，家己上任进前受邀请特别来致意。这前文化部3港指挥中心已经同意文化场馆艺文活动开放办理原则，也就是国家交响乐团伫国家音乐厅音乐会，都要先予观众1场。预约大概500多人那么到现场去等于说试办了，那么也看情况，就是大家是不是对于所谓的间隔座还有整个动线的安排还有这个包括量体温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演练啊？李永德希望上近2礼拜艺文表演能恢复正常。对台北市文化局认为，24演出免费送票有寡无适当，不过强调时间上成果赶无法做到徛名济，才会邀请会员先试，了后演出拢会卖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
中国官方上新的通报数据，总无增加任何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也无人死亡。而且中国阁发表全世界头一个新冠病毒预防针的人体测验结果，表示疫苗的结果是真好。不过美国的专家就真怀疑，甚至阁有人建议中国的放弃研发。中国两会正在进行，这个时阵疫情也多好出现好消息。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二日统计，全国本土境外系列都无新确诊病例，也无死亡病例，是1月20日疫情爆发以来头一摆出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虽然无新增确诊，不过也是有疑似病例，而且比独立计算的无症状感染者也是新增28例，显示疫情风险犹原存在。不过中国官方讲，疫情累落来，国家伫疫苗研发处理超前进展。医学期刊《刺格针2日暗刊出全球头一个新冠病毒疫苗第1期人体临床试验的研究论文，都是由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发表。2期的新冠肺炎的接种疫苗，或者是成熟的新冠疫苗，2期的518个志愿者已经接种完毕了，现在处于观察期。负责这项研究的单位表示，这是一个里程碑。研究论文也指出，头一个1期临床试验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而且耐受性良好。试验是伫108名健康大人中进行的开放标签试验，全数的人拢产生免疫反应，而且大多数报告的不良反应、发烧、头痛等拢属于轻度还是中度，并且伫治疗后的28天内无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现在目前身体状况一切良好。然后目前身体状况非常好，没有任何的目前身体状况非常好，武汉加油！虽然中国对临床试验结果真正面，不过美国医学专家却持怀疑的态度，更加建议放弃研发。讲一寡副作用显示危险无安全等警告信息，相信其他疫苗表现颠倒会较好。美国贝勒银行院专家霍特兹是讲，对这份报告一点仔拢无兴趣，不过研究人员也是会当继续研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大宣布制定香港版的国安法，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澳洲、加拿大3国各发联合声明，表示这个草案真明显是迫害香港的一国两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暝是表示，全力支持北京决定，而且国安法嘛袂去影响到香港的司法独立。中国人大宣布要制定港版国安法，消息指出，港股2日大落波，创5年来上大单日波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暗时为北京登记香港，随率领官员召开记者会，再次表示全力支持北京决定，强调中央主动出手是考虑香港近年状况。去年6月起，暴力一直升级，违法行为冲击国家的主权及安全利益。因為畢竟咧係兩套唔同嘅法制。畢竟我相信最終主要執法嘅都係我哋香港嘅機關，所以我哋要強化呢啲咁嘅機關。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深信中央一定係會考慮香港嘅具體嘅情況咧。林鄭信心發揮香港一國兩制未改變，不過面對詳細執法權、司法權屬於中央，也是港府時無詳細回答，也表明未對港版國安法做公眾諮詢。如果呢個係中央嘅立法嘅工作咧，就恐怕喺香港亦都唔會話有一個公開嘅諮詢。但係正如我哋講，我哋要不斷咁去反映香港嘅具體嘅情況。港版國安法引起國際關注，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外交部長發出聯合聲明，表示北京涉過香港立法機構直接制定法律，明顯迫害香港一國兩制原則，表達嚴正關切。不過中國反擊外交無權干涉中國內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香港媒體引用消息指出，港版國安法上緊伫6月底確定9月前出來，有了未適追溯期，引起香港泛民派強烈抗議。一團媒創辦人黎智英更加為此開小推特，頭一條推文就是批評港版國安法侵害香港主權，表示家己將會留落來戰鬥到最後。更加請美國總統川普愛關注香港狀況。記者綜合報道。巴基斯坦國際航空一隻飛機懷疑是因為2個原因小連續故障，着急要降落閣失敗，佇第一大城克拉刺的機場附近摔落來，飛機頂99個人，敢若2個人活落來。事故現場附近的居民有11個人受傷。
射击现场一直请乌烟，警察人员一边野水拍火，一边找找飞行机的乘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一架编号 PK8303的客机，离原本为东北部的城市拉赫出发，飞往第一大城克拉吃。煞技术发生一个引擎故障，紧急向特别降落的机场塔台救援。Sir, we have lost engines. Confirm you are carrying out belly landing. Runway available to land at 25. Roger. 这架上演这个客机伫克拉吃空中失联10多分钟，机长想要迫降，所以因为飞行机的控制系统嘛出现问题，起落架无法度拍开，了后阁失去第二个引擎的动力，弄到面体电视机地带了后，驶伫距离降落机场真那国际机场1公里远的客机区了后，爆炸起火。Mayday, Pakistan 8303. Pakistan 8303, Roger, sir. Both runways available to land. 这个意外造成飞行机的乘客甲机组人员只有2个人，分别是庞德普银行的总裁马苏德，甲一个机械工程师祖贝尔生存，其他的人拢中罹难。और पूरे प्लेन में आग लगी है तो मैंने अपना सीट बेल्ट जो है वो उतारा है। उतारने के बाद मुझे रोशनी नज़र आई, उस रोशनी को देखते हुए मैं बाहर निकला और जंप लगाकर 10 फीट की हाइट से मैं बाहर आ गया। उसके बाद उन्होंने मुझे जिना हॉस्पिटल एम्बुलेंस आई है, जिना हॉस्पिटल मुझे मुंतकिल किया।射击的意外，佮影响到至少5间客机，甲11名机民轻重伤，互警局送病院治疗。这是巴基斯坦国航过去4档以来第2摆发生射击，因为这架飞行机今年3月才打通过安全检查，航空公司承诺会伫确认乘客名单甲遗体了后，完全交予独立的安全调查机构调查出代志的原因。记者梁世彤整理报道。进前因为疫情，禁止民众坐伫台北车头的大厅聚会。即马疫情已经较缓和，但是嘛有风声讲，以后会永久禁止民众坐伫咧大厅。今仔日有300外个人进入去车头的大厅咧抗议。若是代替是回应讲，车头的大厅是公共空间，要安怎使用会收集各方的意见，才去做决定。台北车站大厅内底有人坐伫涂骹食物件，有人咧跳舞。23中昼，台北车站大厅组织300外人，有网友发起坐步台北车站，为的就是抗议，代替想要伫疫情转好了后，规划调向永远禁止民众伫台北车站大厅内底坐涂骹群组者活动。只看到代替站务人员也宣传牌啊，伫人群当中来回，提醒大家保持社交距离。这本来就是大家的空间，本来就是开放的空间，变相是在歧视什么？是歧视这些没有能力到楼上消费200块、300块套餐的人。涂骹大型看板强调台北车站是公共空间，代替限制群组坐涂骹有变相歧视平常时组织伫车站的机工足势族群的疑虑。有机工表示，一个月只有1天休困，台北车站是少数延期的所在，真烦恼车站大厅下摆不会开放。有，我有听到了，不可以玩在这里，不可以休息在这里，我也知道。那你会担心吗？有，我有担心了。哪里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个位就到在这里就好了。有新众者坐电动轮椅响应，强调室内空间不应该全部退让予商业空间。不过，要车站旅客认为坐大厅无咁好看。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才会是对弱势者最好的社会支持网。不要这样做着，因为就有碍观瞻吧，尤其是这台北车站，然后就是首都的车站，会尽快来邀集各相关单位来做讨论。代替强调，即卖因为防疫，大厅暂停群组坐涂骹。强调台北车站是交通重要所在，考虑旅客服务，车站大厅如何使用是重要公众议题，会汇集各界意见，检讨了后提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今仔日的雨已经有较少，搁落大水雨的几率增加，气象局下晡的时阵已经解除大雨特报。不过，全台湾的天气嘛是无稳定，且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华岛地区是21度到2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后带恁来英国市的市区内底看人市芳。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你有糖尿病吗？你有其他的疾病吗？你吃什么药吗？你曾经受过什么伤在脚上吗？因为这方面的病人伊的感觉会较钝，所以你咧送的时阵， 5月23拜六暗时7点半，上你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喝而佗，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敲、拍干乐、捡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咧耍的时爱用锁啊绑好严，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弹雷声安尼的佚佗米。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抱裤仔，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会看到的佚佗米。只要摕黄裤仔，甲想买爱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啊，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仔票、蝶珠啊，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仔票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仔票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赢的人会当甲规沓红仔票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仔票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军事枪击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票。溜。佚佗米、拍干乐、捡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红仔票。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佚佗米，就是手机啊。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耍佚佗米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我袂晓。